还这么早了嘛？阿边弄那游泳早都这么，你去当这个都没路饱了嘛？你约了一会儿，叫我们发工资，你看我叫我妈妈干。现在那是什么样子？他们能不能意思啊？哎，我本来就这么早，还买敢包头这样子呢？哎，我太鸟嘅，我家再一个都开个花单换了穿着生活费嘛。一个只挣着生活费，那没得脑子对我讲。这么早了这种课，我一堆个都工资到哎，就那么牛哎，跟牛才刚差不多了。对，我年菜哒，来滚天天滚当到过哎。首先找到度过路节要我弄那你干啥路，那是幸福呢哈。想着做哎，我到了那种的呢。所以，到哪里要搞弄不了的啊？跟人只能差无理取闹啊！到几多多人都还要个人不了。那，跟我来吃午饭，吃午饭在我忙那个在后悔。饭，头家因为滚在那头不那里了，你还是不三不四的破坏背头的感情，不拿过来咋样？搞到这不敢蒙了，我们不讲究搞，过来包括最娘的都能要搞，乱不老搞，操把我当背兄弟虐了，乱不老真不老搞，搞弄啥自己没事，可能还娘姑，要头。我娘搞的时候，个还这样子要这样子，可能我只娘搞，个还个算他这样子啊，我找太多资助。哎呦呦，阿拉儿子不会变聪明了嘛？这个那么重，也要帮着都拿了半头啊！这好了，到以后那么早了，真的娘搞？哼！如果这么娘，我再一次错啊！路线莫不用，还得那路到谁路的不用。宝贝，我宝宝被炒了，这边都搞啥子啊？我当东门老人都找不到，我想问这个门王，我们炒哪的？来，让他下去把地方用。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。一阵风，哟，哎，我还当你头过没长改了，我想我头炒一个么子仔，你头过没头炒嘛？没炒？怎么着？就发工资了？哎呀，哎，这个发工资给我，回公门这个手机操。看着你抱着我，目光似月色寂寞，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。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，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。啥？我说，我不晓得，头还你就对了，我都一夜唱那么哎，我这要咋都用单了呢？哎，我到这子没那么严重哦。唉，头还要搞预告的时候，出人之意外，真是意外。因为头个喊你就对了的时候，头医生他个咋个轮到你做牛呢？我咋错了？我咋错？哎呦我的妈！